大家拢知影，汉语是声调语言，包括咱台湾的台语、客语、华语，拢是声调语言。台语有7声8调，咚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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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客家话4音强，也有6只上调，福福福福福福。华语也有4声，妈妈妈妈。白白一个音，声调无共款，意思都无共，这就是声调语言的特色。尤其是台语丰富的7声8调，外国人听起来敢若咧唱歌。天公伯，天公伯，天公上高开，真高标，真高标，真高学了话，讲的甲唱的变水开，亲像咱囡仔歌，804车本机，804车本机，西北雨直直落，西北雨直直落，毋但有声调，更加有音乐性，好听佮袂跳针。报歌愈较趣味，报歌就是较早青年男女相伴的歌词，用歌调来唱，唱甲心花开，人欢喜。门口一丛想啊是丛，想是爬了毋知人。先生来看公啊无望，大心的来看好当当。下骹这首7字也是赤叶1字。有土官，官到白行，加水池，应真大声。虽然初有天注定，牛后老伊，人老命。你敢有摇着？2019年11月25，小少来听声带杨金峰教授替咱念歌唱曲解新闻，做伙来认捌声韵甲声调的水，体会声调语言美丽境界。